这两天有网友伫人面册社团抛这栋大楼的相片，想象一个甲看规排大楼的窗仔门拢全火光，互人念珠讲是失火，大家就看甲心惊胆吓。原来这是出日的时，玻璃光一个反照，若是西照日共款卖过红记记，看起来那亲像是火烧厝共款。有网友讲险险啊要赶紧卡以求报案。规排大楼向一看，冒出火光，伫要对一楼烧到楼尾顶，但是这个大火敢若怪怪，无烟雾出来，嘛无消防车来哩救。我较近的来看原来根本就毋是啥物大火意外，是日头光的反射，红记记，互人误会叫是火灾。看到的民众将这个景象翕落来铺上网络，表示每一年固定几天，拢会伫早起5点看到安尼景象，升起上千名的网友伫注意。有人讲看起来敢若是真正伫火烧厝，若是头一遍经过看到，可能会惊甲戆去。阁有人滚爽笑讲，管伊是出日头，也是啥物，拢总爱卡119。另外嘛有网友分享，拄过亲像安尼经验，烦恼1点钟以后，结果日头落山都无去啊！到底是安怎会有这么奇特的景象？清晨的时候，如果天气空气是比较干净、比较晴朗的情形，进来的红光的量会比较多，反射到建筑物或是山头上，比较容易就会见到这种红色的情形。义报员解说，由7种色水来组成的日头光，透过大气层的时阵，波长较短，蓝色的光、紫色的光会来分散，只有波长较长的红色的光甲柑仔色的光会当透过大气层照到涂骹去。早起时日头光照到地球的角度，拄好是大气层较高，红色的光照到大楼的玻璃，就会出现亲像是火烧楼的情形。夏天跟秋天，天气比较好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一年当中，太阳也会南北的不同的方位角出来所以在它一年当中，应该也是只有特定的一段时间会看到这样的角度。想要看到火烧楼，会当来注意日头出来的时间甲照的角度。这几张敢若是真的相片，红五花是火烧厝的相片，嘛伫咧网络顶悬来升起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